喺三鄉雅居樂車站坐6蚊的的，7分鐘左右就會到呢個屏東村食街㗎喇。呢間係屏東村食街左手邊第一間川菜館，佢哋用啲食材好新鮮嘅，尤其是啲雞，冰鮮雞都冇佢哋，都係附近嗰啲農家交過去嘅。好，我叫咗嘢㗎喇，川菜嘅口水雞、梅菜扣肉、麻婆豆腐、農家小炒肉。咁我叫咗4樣嘢，口水雞45蚊，農家小炒肉35，麻婆豆腐22，梅菜扣肉38，總共104蚊。啲老闆同我講返呢，喺大陸中山、珠海冇人會用冰鮮雞、雪雞嘅，因為嗰啲係進口貨，反而仲貴。佢哋用親啲嘢都係附近嗰啲農家交過去嘅。好啦，咁我起筷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。我叫做 Martin， 今日嚟到好多香港朋友都好熟悉嘅中山三鄉中心點雅居樂車站，身後呢個出咗港珠澳大橋口岸，坐60-70蚊的的，7-8個字就會到呢個中心點㗎喇。咁我哋圍繞住呢個中心點，睇下附近有咩規劃，有咩配套，有咩好地方去，同埋有咩好嘢食啊！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，我哋一邊行一邊傾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 Martin。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，專係帶各位香港朋友珠海、中山到處去。以我係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嘅香港人嘅角度，香港地產持牌 agent 嘅專業，去探討大灣區中適合港人嘅區份，當中規劃配套同衣食住行。如果各位對影片內容需要更多免費資訊，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， 請點讚同訂閱我 channel， 咁 Apps 就會自動 send 我下星期新片俾你哋㗎喇。港人灣區退休度假攻略，Martin幫到你，請繼續收睇精彩內容啦。由屏東村食街坐10蚊的的，就會到咗呢個起喺半山腰對住高爾夫球場嘅屋苑㗎喇。我哋行上去睇下，入到嚟內園啦。呢邊就高爾夫球場，咁我哋行入去睇下。
咁我哋開部車四周圍兜下條食街。喺頭先三鄉雅居樂車站坐13蚊的，就會到咗呢個半山腰嘅屋苑㗎喇。呢個係中央嘅草坪。咁而家我哋行上去睇下。